非常高興能夠喺度為我哋嘅老朋友弗基根喺度講幾句話。我識弗基根最少都10幾年啦。我哋由馬青當年嘅後生仔，到今日變成馬老啦。雖然樣唔係好老係嘛，但係都變到馬老啦，就證明講我幫佢交情已經10幾年啦。呢10幾年嚟，我所識嘅弗基根咧係一個咧，我就係講起傻傻地、戇戇地，但係又好勤力去做嘅人。曾經弗基根有幫我講過，喺10幾年前你講過，你喺呢個基變德活動，好多人幫我講，你都傻㗎弗基根，呢個區咧你冇機會贏㗎。就算你做候選人都贏唔到嘅，呢個區係反對黨嘅強區嚟㗎。但係弗基根幫我講句話，到今日為止10幾年後，我仍然記得。咁只有正話好似我哋嗰位演講者所講嘅，我問心無愧，我盡我嘅能力維護基變德嘅人民，謀取福利，維護基變德嘅人民，做更多嘅嘢。所以今日咧，弗基根的確係做到呢一點，俾個掌聲好唔好啊？今日咧。講到弗基根咧，我都好多感觸，因為呢10幾年嚟，我哋由後生識到今日都叫做50幾歲人啦。喺我呢20年嚟咧，喺我喺政治上咧，我所了解嘅弗基根咧係一個的確好肯去做嘢嘅人。曾經係有講過，佢話只有一日，我如果能夠成為冇基變德嘅國會議員，肯定嘅，我會將好多曾經呢個反對黨做唔到嘅嘢，慢慢嘅做起嚟。甚至佢講過喺呢度咧，雖然一個明知山有虎，但係偏向虎山行。明知個地方咧係贏唔到嘅，但係偏偏咧就要闖，因為佢帶住一個赤子之心。咩叫赤子之心？就係只有付出。佢講我係付出，我唔計較，贏又好，輸又好，我唔計較。最緊要咧，我係為冇基變德嘅人民着想。各位，冇基變德幾十年嚟，仍然係反對黨嘅選區。當然，反對黨講我喺冇基變德，就算我瞓覺，我亦都可以贏。就好似而家我哋嘅候選人方桂倫先生提咗名之後，係到我喺冇基變德活動啦，係要走去做開幫林吉祥啦，係要走去其他區幫其他人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認為呢個弗基根咁肥好好食啊，係唔使做呢下就食咗佢啦，啱冇先？但係呢種人咧，好驕傲嘅人。今日咧，我希望大家就偏偏要俾呢位國會嘅呢個國會議員一個好好嘅教訓。話俾你聽，弗基根雖然係肥，但係唔好食㗎，硬骨頭嚟㗎，因為佢肯做，佢肯為呢度人民去服務，所以我應該俾個機會佢。而且弗基根咧喺咁多年嚟咧，點解我要講嘅我識得佢咁耐咧？點解我要講佢做得咁多嘢咧？因為我曾經係吉隆坡市政局嘅諮選委員，就係意思講我係吉隆坡曾經擔任過市長嘅顧問。以前喺冇基變德嘅時候，雖然弗基根唔係國會議員，但冇咩大小事，佢都要走嚟揾我。曾經一件大家應該記得一件好轟動嘅事，就係扎拉阿羅。曾經扎拉阿羅我俾改名，改成一個沙拉哇其中一條街嘅名，但因為弗基根係第一個企出嚟反對嘅。佢講扎拉阿羅咧，唔單止喺馬來西亞咧，大家都知道扎拉阿羅係一個美食中心，甚至喺全世界個人都知道扎拉阿羅呢個名。所以我哋政府唔應該改名，我哋應該堅持落去。嗰陣時咧，搞到個市長好嬲啊，我事頭啊好嬲啊。咁做乜嘢？你哋馬話出去搞啲嘢咧？我改名係為咗符合呢個大藍圖計劃嘛。但係弗基根都好堅持，甚至係講如果你扎拉阿羅嘅名改咗之後咧，係會帶人嚟示威，日日都喺扎拉阿羅度踎得喺度坐。但係今日咧，好榮幸，因為弗基根嘅堅持。因為弗基根繼續一路反對落去，今日扎拉阿羅仍然叫做扎拉阿羅。各位，雖然好多認為呢個係一件小事，但係由呢件小事又睇到個人性，又睇到一個人為民服務嘅一種堅持心。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，我哋完全冇聽到反對黨有講乜嘢啊？有啊，帶啲人去影下相，咁樣3-2日就收 Q 啦，就乜嘢都唔理啦。但係佢冇去爭取嘛。點解我知道呢件事呢？因為當時我係吉隆坡市政局嘅諮選委員，甚至為咗呢件事，我哋幫我哋市長去傾，幫佢去argue，幫佢去辯論，講唔可以改名。所以今日咧，扎拉阿羅咧仍然叫翻扎拉阿羅。呢個係弗基根其中嘅一件事，甚至有好多時候咧，所以嗰時我哋成日講起，甚至我哋官員都講啊，呢啲我諗冇多啦。
Dia bukan YB, dalam gaji buat apa dia nak pergi kerja, berhemat untuk sesungguh-sungguhnya. 但係嗰時起到係覺得講，你知唔知我官員我哋傻仔咧？你都唔係國會議員，兩人係方貴倫攞，但係點解你去做工咧？但正如我所講，係抱住一個咩赤子之心，一個真要為布基便登人民服務嘅心意去做嘅。各位，今日嘅布基便登，大家睇到係吉隆坡，甚至係全馬來西亞最熱鬧嘅地方。但係呢啲完全唔係反對黨嘅功勞，因為國家嘅發展係來自中央政府，係來自國陣呢50幾年嚟不停嘅發展，至到今日嘅。今日嘅布基便登唔單止係馬來西亞最熱鬧嘅街道，甚至係全亞洲被認為最好嘅shopping center嘅排第二。而家除咗呢個韓國之外，落嚟就係馬來西亞係最好買嘢嘅地方。第一，又係名牌有名牌，食嘢又平，價廉物美啊，係嘛？你要買乜嘢喺布基便登都買到。所以近呢啲就因為係咁樣嘅政府會做到咁嘅嘢咧。反對黨真係成個攞功勞，我以為我係國會議員，所以咧布基便登發展對我有問題，唔係㗎。所以各位鄉親父老，各位布基便登嘅選民，今日我哋嚟到呢度咧，最緊要我哋將信息講俾大家聽。正話我哋好多位，我哋演講者都講咗好多信息俾大家聽，亦都知道講呢個國家咧，唔係因為反對黨用口嚟鬧、用口嚟講就可以發展嘅。我哋要好清楚嘅諗呢一計。雖然呢個國家我唔敢講國陣政府係100%完美，我唔敢講呢個國陣政府做得非常之好，肯定嘅手指有長短啊，屋企都有發生爭拗啦，更何況一個政府咧？但係我哋講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我哋可以全世界去行。我曾經幫好多眼哥講，你講呢個國家唔公平啦。呢個國家好多嘢就對人民唔好啦。阿明，我就問過佢：你去到咁多世界咁多國家去翻對聯，你要諗到移民去邊一個國家嘛？我幾個眼哥都幫我講，我幫你講，就算我死都死喺馬來西亞，因為馬來西亞係一個非常好嘅居住環境。所以咁多位，任何人住喺呢度都有對政府不滿，包括新加坡。新加坡都超過40幾50%人對政府不滿，大家覺得新加坡點樣好點樣好？但係有問到新加坡朋友，屋又貴啦，食又貴啦，生活水準又高啦，佢哋都有不滿。去到中國，亦都講中國政府又點樣貪腐腐敗啦，係嘛？甚至去到澳洲都換到咁多政府啦，日本都更加唔使講啦，喺10年入面換咗10個首相啊！點解我哋講啲嘢咧？因為我想俾大家嚟比較下，將心比心。雖然呢個國家我哋政府做得唔係100%好，但係希望大家俾個機會國陣政府。尤其我哋呢排好榮幸，我哋好幸運，我哋有一個好好嘅首相，達多斯里納吉。我哋達多斯里納吉係由20幾歲參加政治做官做到今日，你睇到國家嘅發展，你睇到國家發展，你知道呢個國家發生咩嘢問題。所以今日因為佢係當權者。因為佢有機會做咗呢個國家嘅首相，所以佢認為講呢個國家必須要改變，必須要轉型。所以因此咧，佢希望喺度咧，大家俾一次機會佢，因為佢係第一次帶成個國陣政府出嚟競選，希望大家俾個機會佢，尤其係後生嘅我哋唔好人講你又講，我哋用眼去睇下呢個首相係咪一個好好嘅首相。如果今日大家認為個納吉靚唔俾機會佢嘅話咧，我相信馬來西亞再尋唔到一個比佢更加好嘅首相。尤其納吉咧，係一個點樣嘅政府咧？大家見到係一個好勤力，甚至係都講啦，一日瞓唔到4個鐘頭、5個鐘頭，東奔西走係為咗乜嘢咧？個人認為佢做首相可以我飛坐住就交啦，使咩走咁辛苦啊？因為一樣嘢啫，係愛呢個國家好，因為係知道啲國家需要轉型，啲國家發生咁多問題應該改變佢。我哋係要改變個國家，但係唔係換政府。所謂嘅改變就係將唔好改成好，唔係講去換政府。大家可以擔保吧？換咗政府，你覺得好嗎？安華做首相會比大支好嗎？甚至安華可能做唔到首相啊，可能想做首相係屈亞啲或者係匿亞啲，你哋想嘛？所以咁多位，喺投票嘅5月5號嘅投票嘅時候咧，我哋諗清楚，希望大家能夠將呢一票咧俾我哋國陣嘅候選人。俾費建間一個機會，因為佢喺度服務唔係今日，唔係尋日，唔係前日，喺度服務已經10幾年啦。
已經10幾年啦，喺10幾年佢默默嘅付出，佢默默嘅交出咁多嘢嚟，佢為咗乜嘢？係咪？如果講搞政治，大家應該好現實嘛，我都冇機會出嚟競選，我使乜做咁多啊？但係喺10幾年前，佢都冇諗到今日可以做候選人，啱唔啱大家？但係仍然會為大家做，仍然為大家服務，因為佢點解咧？佢幫我講，我根咧就種咗喺個普基便登，我嘅人嘅心咧就喺普基便登，因為我想為普基便登人做多少嘢，想為普基便登人貢獻我嘅一份力，所以喺度咧，我懇請大家5月5號懇請大家將佢手中嘅一票投俾弗基根，我哋就稱好唔好啊？俾個掌聲，大家好唔好啊？所以咁多位鄉親父老，雖然我唔係來自普基便登嘅選民，但係我亦都喺度咧，真係懇請大家好好嘅諗一諗，改變下，改變唔係改朝換代，係改變下呢度嘅國會議員，就係由反對黨火箭選為我哋嘅所謂嘅國陣，選為我哋國陣，俾個機會我哋嘅後生仔，俾一個肯去做。有一個肯真正為你哋服務嘅人去做國會議員，淨可以就好似我哋嘅那超所講嘅，個首相考慮話係非常之好。你曾經講過乜嘢咧？你講咩？國家要改乜嘢啊？梗係改到最好係嘛？而家大家又覺得呢個國家唔安全咩？大家要覺得呢個國家隨時有打仗咩？大家要覺得呢個國家完全買唔到米食啊，買唔到嘢食咩？冇嘛，係嘛？所以馬接講。點解要改？改就改到最好，唔係由一個好穩定、一個大家生活到咁好嘅國家，改成一個好亂嘅國家。所以喺度咧，我希望大家都諗清楚，尤其後生嘅普基便登嘅選民，大家諗清楚，我哋唔係俾出邊所講嘅嘢影響而投錯票，甚至我哋嘅國寶，大家知道邊個國寶嘛？咁馬沙國寶係邊個啊？唔係熊貓啊！我哋國寶係楊紫瓊啫噃。楊紫瓊講過乜嘢？喺前幾日嘅宴會上支持我哋首相，我哋要嘅係一個穩定嘅國家，我哋係要一個係好有見識、好有帶我哋走向未來嘅首相，就係支持一個國家，一個馬來西亞，就支持我哋嘅呢個所謂嘅國陣政府。所以各位咁多位喺度咧，最後咧，我希望大家5月5號投票嘅時候咧，將你手中一票投俾我哋弗基根，好唔好啊？好！聽唔到？好！希望你將手中一票投俾弗基根。所謂點樣投法咧？投國陣穩穩陣陣，投民連好好連啊！好唔好？